苏州近年来一直在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乌苏区作为苏州历史文化核心区域，不仅拥有平江路、拙政园、苏州博物馆等众多文化地标，也有遍布全区的各个养老服务点位。姑苏民卫局联合腾讯 SSV 时光实验室，结合今年重阳节，发布了漫步姑苏时光之旅老年人徒步游打卡活动。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个黄。今天呢，我要带屏幕前的各位长辈们体验一下漫步姑苏时光之旅老年人徒步游打卡活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苏州的长辈们都是如何生活的。OK， 现在我来到的呢是本次徒步打卡的第一站，就是我身后的桂花综合慰老服务中心。具体的位置呢就在桂花新村的133幢的旁边。那接下来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在苏州的老长辈们生活的到底有多幸福。这里呢就像老年人的第二个家一样，专业照护、智慧养老、营养膳食、医疗康护、适老化改造、养老能力培训8大功能服务区域一应俱全，让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照顾得非常好。OK， 现在我已经到达了今天徒步路线的第二站，就是我身后的凯健友谊养老院。眼睛几个人都肯定发现到 ，AMD 其实来在这是云之宾馆，当然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家医养结合的外资养老机构。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苏式园林的设计理念，宜人的环境，单人间、双人间、私人套间，各种房型都有。不论是享受生活，还是1对1的健康管理，都让这里的长辈体会到全方位的照护理念。我先买。OK， 现在我来到了今天徒步打卡路线的第3站，就是熟悉的桂花公园。今年公园里的桂花虽然姗姗来迟，但桂花市集的出现，给这里增添了不少活力。这里的老爷爷老奶奶们，有锻炼身体的，有逛市集的，从他们的表情上，就能切身感受到浓浓的苏式惬意。马上重阳节了，那么刚刚毛还有一个桂花档，那么正好再来毛毛重阳糕。桂花市集正好有重阳糕，哪个是重阳糕？是这个是吧？这个。定胜糕、桂花糕、桂花干、手鱼糕。重阳节给家里的老长辈买一盒重阳糕。来。OK， 那为什么现在镜头突然会切到这里呢？因为我现在已经到达了今天徒步游打卡的第4站，环宇汇。虽然环宇汇是一座比较现代化的商业广场，但是呢，老长辈们也在这里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休闲方式。因为这里有非常多的茶馆，还有很多不同口味的餐馆，包括这里也是宠物友好的。老年人呢，可以在闲暇的时刻呢，带着自己的心爱的宠物到这里来遛遛狗、遛遛弯，也是非常不错的。随处可见的休息座椅、无障碍通道，还有很多适合老年人的茶馆，他们也很享受在这里喝茶聊天，享受悠闲时光。OK， 那么现在呢，我来到了本次徒步打卡路线的最后一站——老吾老生活超市。那么具体的位置呢，就在环宇汇的旁边，竹晖路186号。就像大家所看到的，这里不光有齐全的生活用品，还有很多的农产品以及苏州特色产品。当然，作为一家服务中老年对象的超市，这里有更多适合老长辈们的产品。同时，这里也会通过直播的方式，给老人们提供线上购买的渠道。
OK， 那么今天的徒步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一路走来，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苏州老年人生活的幸福，完善的老年服务，便利的生活设施，还有温馨的生活氛围。作为苏州人啊，我真的特别为咱们城市的养老环境感到骄傲。